我哋嚟到新加坡，揾嚟御廚同我哋分享粵菜心得。我叫曾鏡雄，我都係出身香港。1981年初咧，我就嚟咗新加坡啦。御廚就人哋講啫，不過自己都好開心，做過好多國家元首嘅菜。你叫我御廚仲好啊，我最中意做義工添啊！依家我哋嘅飛天麵雙燒大明蝦，初我哋做個飛天麵咧，就係做一個豉油皇炒麵。今日我哋就配一個大明蝦。我哋個根喺香港出世，我哋嘅心不論任何嘅時候都會掛住香港。所以我哋為香港嘅餐飲業嘅人加油。K 10歲就跟隨屋企人嚟到悉尼生活 ，K 最後決定轉跑道，由安穩嘅辦公室走入熱辣辣嘅廚房。女仔做廚，特別係中餐，其實比較吃力。當初係非常之冇信心去做，由一粒歪嚟歪稱啊、大細唔均勻啊嘅燒賣，得包到一粒，我覺得係滿意，而係稱之為4平8穩，蒸出嚟係飽滿嘅燒賣。講緊係每日包500至1000粒，嗰陣時個腦就係只可以諗點樣包靚啲粒燒賣。希望有一日我會達到媽咪嘅要求。希望佢繼續努力啦，呢條路仲係有好長好長。我哋嚟到吉隆坡睇下茶餐廳美食點樣走入當地嘅飲食文化。我係第一代嘅人嚟吉隆坡呢度做香港餐廳，我係唔想丟咗我哋香港美食天堂嗰個聲譽啊！喺香港嗰個味道完全100%帶嚟呢邊咧唔得嘅。頭嗰半年至8個月真係分分秒秒都想執包袱啊！喺呢度叫做冇話做啦，係捱咗咁多年啦，有少少知名度啦，多咗人認同咯。茶餐廳唔算係咩成就啦，只不過你做咗一啲人哋未必會堅持咁耐嘅嘢咯。李錦記呈獻他鄉的主人。